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这时候，我们邀请大家起立，我们敬拜我们上天上的阿爸父。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欣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在这里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欣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痛，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在这里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在这里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我能爱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有路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
都在。大山为我挪开，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有路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电痕，彰显十字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大山为我挪开，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有路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电痕，彰显十字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有路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电痕，彰显十字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那时候让我们荣耀我们天上的阿爸父，哈利路亚！请坐。在哥林多前书1章34节，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所以主是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欢欣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更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扶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扶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扶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
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赏赐恩典的主耶稣，天父上帝在主耶稣里面，要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要赐给凡敬畏他的人。谢谢主，这是你的应许。即使我们是在软弱，我们还当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有给我们这样应许：何时软弱，靠主；何时得刚强。谢谢主。我们知道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有盼望。你能够成为我们的遮盖，成为我们的保护，成为我们的隐秘处，成为我们坚固的磐石。主，你太丰富了，让我们真的是更多的认识你，更多信心加添在我们的里面，也透过祷告来寻求你的心意，透过赞美将你的属性让万邦万民都知道。谢谢主，也透过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操练我们自己的信心，来经历你丰丰富富的供应。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弟姊妹线上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们做伙直接来看一段圣经。记载在列王记下卷列王记下第4章。列王记下第4章，我们要从第1节来看到第7节。第4章列王记下卷第4章第1节，咱要看到第7节。我们一起用华语，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一起来。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2个儿子做奴仆。”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婢女家中除了1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以利沙说：“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度日。”愿上帝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如何为神迹来预备空间。这个空间可能是在你的心里面在你的心里来对在你的信心当中，你可不可以承受更多的这一些的应许，或者是神迹奇事，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发生在这边我们有看到一个先知的门徒先知门徒，大概传统的这样的讲述是厄巴底这位他在耶洗别在迫害杀先知的时候他能够举债可以救然后去就是供给这一些的先知所以我们看到他真的是敬畏主、爱主。但是有时候我们在想，咱在想看嘛，我遐尼服侍主、敬畏主，嘛会拄到这个困境遇到一些的困境，
所以我们来想说，这一个门徒的妻哦，她遇到什么样的困境？第一个就是丈夫死啊，丈夫死了，所以她失去了在现在第一目前，伊失去什么？伊失去迄个瓦壳啦。无打紧安尼，搁安怎留偌济债务？哦，伫遮无讲啊，总是留下的债务哦，要让他的儿子怎样？要被抓去哦，去掠哦。所以第一个，丈夫死了，现在失去了依靠。第二个，我们看到他经济的负债哦，丈夫为了要保护或者是供应这一些的先知。所以可能去借那生活面对了很多的困境、困难，在生活的缺乏那第三个困境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他将失去儿子，所以对伊的未来无茫。其实，在最近的疫情当中，我们也看到弟兄姐妹可能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经济的困境病痛可能带来了一些的经济上的压力，事业可能面临在整个经济的萧条或者是疫情的冲击可能关店，所以会有一些的付出那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一些的困境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妇人她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哀求，他懂得知道来到先知以利沙的面前来哀求。他对这些先知他很敬重特别是以利沙，他是谁的徒弟？伊是什么人的徒弟啊？以利亚那我们等一下会谈到短短的谈到说以利沙他的生命。如何能够承受神透过他来祝福这个妇人，这个没有盼望，这个遇到经济拄到经济困境的这个，过来安怎囝要互掠去啊？所以他真的是未来无依无靠无茫啊，对未来充满绝望。但是他很敬畏神。他不会因为这样埋怨拢看你也看，拢阮翁啦无来无去就借遐济，可以供应这一些保护、供应这一些的先知他没有，他只是来寻求，然后把他的困难，把他向先知以利沙来寻求，这是。咱拄到这些人，因伫因的性命中间，他们遇到的一些困境，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当中有人因为生病，可能经济出了问题那工作、事业等等，所以需要透过教会的一些的服事、一些的供给可能在食物上或是在经济上的这样的一个协助。但是我们看到咱看到讲这样的一个困境，并没有让他对上帝失去了信心。这位门徒的妻他没有因为这样就太多的抱怨。你要看上帝你做不公平啊，你很不公平这样服侍你，怎么又让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他透过这样的一个寻求，来到主的面前向以利沙寻求。就是他对神人、对先知的一种这样的一个敬畏，他表示他对背后他所服侍的这位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然而我们看到以利沙就告诉他说：“我能为你做什么？”当他知道上帝要透过他来祝福这个门徒的妻。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知道上帝要透过你来祝福别人？但是我们看到以利沙伊谦卑学习了。如果你去看到第2章，《列王记下》第2章，在第9节说：“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真有名这句来，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但是去小可拍请，你知道？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所以从那时候，我们看到，其实我去看一下，以利沙他紧紧的跟随，他谦卑的学习，他不会高傲。他就是专心，然后跟在以利亚的身边，然后就是学习。然后他提出，就是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这个也得到住在耶利哥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以利沙，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这是有经过这些人的这样的一个印证哦。所以，当一个人要被上帝来使用的时候，有没有谦卑来学习？而他所说的话，不是刻薄的话，不是伤人的话，而是怎样祝福的话。我能够为你做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这样跟人家讲：我能够为你做什么吗？或者是我能够为你祷告什么？而只是问说：你今晚安怎啊？还是能够像以利沙说：我能够为你做什么？至少我现在可以为你做祷告，或者是可能我们看见他的需要，在经济上有没有办法去协助他？我能够为你做什么？以利沙他平常的这样的学习操练，他从他的师父以利亚身上，他领受加倍的灵感动他，他领受上帝的灵的恩膏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当他预备好了，他可以为别人来做服事，而不是只有说你安怎啊？弟兄姐妹，神也使用我们，透过你，神教导来帮助我们。一个学期，你就用信心来操练。我相信以利沙他也是用信心来祷告、来服侍。你做你的，但是其他的神来做。但是我们常常就不敢做。所以当你知道怎么做，你就做。其他要发生什么事，那上帝来做。他就问他：“你还有什么？”他说：“我剩下一瓶油。”那个杆不是那大杆呢，不是那么大瓶，是装香膏的小瓶子。然后他就用信心，你看到以利沙的信心吗？你去多借这些的器皿，杆拢啊少，能借多少就多借多少，唔通少少。这个信心有多大？一瓶小瓶的香膏的瓶子而已啊。但是竟然他叫他去，你就愈做愈好。我有时候在想说，这个妇人他会不会怀疑啊？他会不会怀疑？就把该借的都借了，能够借的。如果他有更多更大的信心哦，有时候我们会到后面才后悔。哎呀，我早哪知哦，我连那暗光嘛给救来，对吧？愈大愈好哦，就看你的信心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去借空瓶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他跟他的儿子就开始赶快去借。他听话，不要少借。他不会看到这一瓶这管我借遐多是要创啥？他没有，所以他顺服。但是其实信心还是有一些的程度啦。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上帝供应，就透过他们，然后他们顺服先知以利沙所讲的，你借了好，你门给关开，就是不要受到别人搅扰。有时候三姑六婆或是邻舍来哎呀，你敢有可能？敢有法度？一管囝，你借遐济要做啥？你借那么多干什么？有时候我们因为别人负面的话语，浇熄了你的信心，你知道吗？
但是这个妇人她真的就是有听话，她跟她的儿子就门关起来。你给倒看嘛，信心到，你也喜欢用常理来看来推断这一瓶，然后要倒那么多，可能吗？但是我们就看到什么？奇怪，一瓶满了，2瓶满了。所以，当你愿意把自己倒空啊，拼到伫迄个空的中间，就像圣经告诉我们说，心内颂香的人安怎？我去，你不会自满，你会太傲，而是你愿意谦卑再多的学习。所以，当这个妇人她愿意敞开，她愿意顺服，她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关起来，然后跟她的儿子一起同心再倒1瓶，哎呦，2瓶，哎呦，奇怪。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位神是什么？使无变有的，上帝是互无变做有的。当你谦卑，你敞开你自己，当你看你是没有的，神就大大充满在你的生命当中，更多的信心。到最后，我们看到什么？他来报告以利沙，像你这，然后卖掉，又可以还债，过来嘞。对他本来没有盼望的生活，因着上帝的供应，所以让他怎样？对未来就充满了盼望，因为囝还个低耶。然后呢，这些卖掉了，还可以有后面的养生，可能也让让伊囝去做生意啊。弟兄姐妹，因为他们2个母子愿意把自己留个空间。让神迹来运作，让圣灵来运行。我们也看到，我对这嘛看到以利沙他的生命当中，他愿意领受从以利亚他所领受的，他大大的祈求，愿圣灵感动你的加倍的，他那种渴慕，加倍好我好唔好？难呢，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很难得，但是如果要被接去，你有看到，他就紧紧的跟随，紧紧的注意，最后有没有得到？最后有得到无？有啊，因为他紧紧的跟随，渴慕，怕有一个闪失，没看到我，怎么没去啊？所以弟兄姐妹。经历神迹的供应，神帮助我们愿意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倒空，到那个空啦，不是跟他拼的啊。到你真的是愿意，主啊，让我更多能够承受，我预备好。当你有多的信心，就像这对母子一样，你预备多少，上帝就充满多少？这样的一个供应，直到让我们对未来有这样的盼望。所以今天上帝也呼召我们，透过你的服事，可能是你一个祷告，免惊啦，为别人祝福。我相信等一下我们的弟兄姐妹分享奇妙的事情，怎么在他们的儿女身上发生。我相信，当我们用信心，本来看是没有，但是因为信心，因为盼望，因为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服事，所以祝福他们就领受真的使无变有的神，让他原本没有，但是现在有盼望了。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帮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困境，也看见我们能够有的，不是只看见困境，还有一小瓶油，还有一小瓶。但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愿意遵照上帝的话，所以我们就看见，当我们预备好了更多的器皿，让神的灵来充满、来浇灌的时候，主，我们就看见我们生命
更多更多。当我们愿意到的时候，神就更多的充满；当我们愿意分享的时候，神就更多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你是使无变有，也能够透过以利沙激励我们，我们也能够为别人做什么。这样的信心的宣告，信心的祝福，让这些需要的人能够承受上帝的赐福。谢谢主，透过你的话语提醒、激励、帮助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們。咱從下邊的時間來交予第二區。各位兄弟平安。今仔有輪到阮第二區來做見證吼。《詩篇103篇》第2節，安尼講，我的心神啊，你着學了耶和華，毋通袂記起伊一切恩惠。咱今仔要做見證，就是咧紀念耶和華上帝主耶穌佇咱身上所做的，對咱的恩惠吼。咱就要講，咱頭一個請白美主姐吼來做見證，伊是用線上吼。白美珠今仔日想要甲大家分享的是阮查某囝佫倒转来教会的恩典。阮先生是第3代基督徒，所以阮的囡仔伫细汉的时阵，伫因阿嬷带去教会，一直拢到国校毕业，初中去读册了后。阮的大查某囝英君，伫11、2岁离开教会，到46、7岁，这中间拢无去教会，一直到伊去美国的时阵，真奇妙的代志，接二连三会发生。首先伊原本是要去旧金山，一直拢伫旧金山咧找厝，拢真无顺利。我常常为伊祈祷，讲伊安尼会当伫即个所在安尼真顺利会当找到厝。有一日，阮一个表兄安尼敲电话来邀请阮遮个表兄弟姐妹，为着因查某囝伫美国转来，要甲大家做伙安尼聊一聊，食饭安尼吼。我阵仔看到阮即个查某孙。安尼真欢喜，安尼伊细汉的我就真安尼真疼伊，两个人安尼真好，阮聊得很好。搁摆我有讲着阮英俊安尼要去美国的代志，安尼想讲伊伫美国遐尼宽安尼，毋知安尼有方便伫旧金山家己斗看厝咧，想袂到讲。伊查某囝去美国了后，伫旧金山阁看了无顺利。想讲伫美国有一个表姐伫遐，伊伫拉斯维加斯，甲叫伊讲去遐坐看看咧。伊顺便讲去遐看，第2日尔，就找到伊即马买出来的厝，真奇妙的代志。本来是要去旧金山，结果是拉斯维加斯。阵仔去看到伊即马咧住的厝安尼。第2日尔就真适合，就甲买落。即间厝真适合因一家人住，我嘛真放心。查某囝伫美国的所在有认识的亲人，佫住伫附近，这样安尼真正好。上重要的就是，阮即个外孙女，伊是虔诚的基督教徒，阮查某囝伫伊的带领下，全家人拢行入去教会，成为大家庭的一份子。伫美国生活甲健康快乐，有主的带领。更不可思议的代志就是讲，去美国伫遐住年外的中间，咱迦南教会陈牧师，陈伯志牧师，拄去伫遐，台美教会，伫迄个所在，因为陈牧师伫遐捌我，我捌，去到遐，阮查某囝，佫有即个
这一层的关系，人在异乡，亲上加亲，女婿本来是一个有教导的家庭，但是伫陈牧师的带领下，女儿全家拢投入教会，帮忙做真侪工，真有着丰富的信仰生活。伫这个所在，原先拢想袂到的代志。我是讲世界何其大，但是女儿信仰之路有这么多的奇迹。我相信，伫主耶稣基督降临伫我身上的，甲大女儿身上的恩典，多满满，感谢主。我今仔日要跟你讲就是安尼，感谢主，阿门。人的心继续伊的路，独独耶和华定着伊的脚步。咱话莫讲，咱先请张老师来，就让张老师来继续见证哦。牧师，会有哈，我今日要讲，拄牧师讲，只有是无变有的上帝。好，我今天讲的就是这个主题。首先我来讲我女儿哈，我女儿从我那个差不多快要30岁、29岁的时候，然后27、28岁我忘记了哈，然后女婿就那个暑假就回来了，回来就是说他要来提亲，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说。都给小孩子灌输说，你们要结婚之前要做一个怎么我们所说的那种，就是个性啊，或者是身体的各种检查，我们有那种先婚前的那个那他们2个就去做了，然后做完了以后，我真的没想到是这样，说我女儿不知道是有哪一个东西的指数很高，比较高了。就不会生，他说不容易生产，就是不容易生产。我那个时候真吓一跳，我真的没有想到说，因为我儿子都跟我讲说，他们有去做婚服啊，然后去做这些各方面的检查，都很正常。怎么说我女儿会这样？我真的吓一跳。然后后来就到我女婿说没关系，我还是要娶她。然后我们就到台中，那个时候可能想说，如果可以的话就结婚。那我到台中以后呢，就现在的亲家就说你不急吗？我说其实我也很急，那个年纪也不小，我也很急了。然后，可是我女儿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她说她不结婚了。她就听到这个消息说她自己就是很难生，就是不会怀孕就不容易怀孕，就不结婚了。她说她不想结婚，然后到台中，就大家吃完饭以后。他一直留下他，下来他就不留下来就走了。那一段时间，真的是很难过。就说我去叫他做这个婚服，他自愿说，哥哥都做婚服，我也要做，到底是对吗？那个时候心里就很难过。然后为这件事情，我真的就是。常常想到那个以前我们在母亲节唱的一首歌，就说母亲的眼泪有没有干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想到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来交代我女儿，或者是我也不知道把她生成这个样子，那我说就觉得常常就是真的是母亲的眼泪有没有干的时候，常常为这件事情祷告，因为现在女婿说没关系，可是女儿就不结婚了。不结婚那一段时间跟他的关系真的是也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常常就是说，就是跪下来祷告，然后就是我们说先求他的上帝的国跟他的义，我觉得好，现在我目前我能除了祷告以外，我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所以我想说我目前我把神交代我的工作就做了，就努力去做。然后呢，其他就是为我的女儿来祷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儿子女儿一起祷告，就说一个要结婚不结婚，那一个是还没有生等等。
然后后来我女婿就说啊，不论我女婿最后到大概几年以后就回来了，他就反正不管就是要，可能2个人要不要谈一谈，谈了一谈，我经过大概也5年6年，我不晓得几年哈，我也没有把它没有算得很清楚。那女婿回来就说我也不知道他回来，我只知道说他。那个时候回来大概就是已经是找到工作，他的个性可能也认为就是说，我今天如果真正的要娶你，我要有一个安定的工作，所以他的工作已经很稳定，而且他那个时候也已经把那个他要住的地方什么都安排得很好了。那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回来。那有一天我女儿就跟我讲说：“哎，妈妈，我们那个那个时候7月的样子，7月我们7月哈。”来结婚好不好？问我一下，我说哈，吓一跳，我也很高兴，我也觉得说他终于要结婚了，哦，那我觉得也很高兴哦。那觉得说啊，然后结婚我就说啊，心里在想说，人家说不能怀孕的话，应该还有其他的方法嘛哈，就想说好了，就反正就是放在祷告中，神如果说要给我们就给我们这样子，啊，没想到说他7月结婚。然后8月份的时候 ，MC 就没来了。然后他觉得怪怪的，然后去检查，真的怀孕了。然后我女婿跟我讲一句话：“哎，怎么不是不卫生吗？怎么一碰就有了？”哦，我就觉得说，哦，真的是从无到有，能够得到这个孙子，我也觉得很高兴，也很可爱哈。好，再来就是我的昌庭哈，就是他结婚。好几年，第1年跟我说，我们要玩半年，我说好没关系，你们要玩半年。然后再过去呢，都没有怀孕了。然后我每天都拿出来在那个小组里面，每天呢我们小组人员还有拿到我们这个就是星期5的祷告，那个时候星期5祷告会都拿出来，大家都一起为我们的儿子在祷告。然后我女儿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当时很伤心，说为什么一结婚我都还没有玩到，也不知道什么婚姻生活，我就开始要当妈妈，就开始要，就他很难过。那一天知道以后，他一直哭。然后我说你没关系，你如果要蜜月旅行的话，你以后孩子大的话，我帮你带，你就去蜜月旅行没关系。他后来跟我讲了一句话，是让我觉得很感动。他说我本来很难过很伤心，还一直在哭。就说什么都没有过到一个婚姻生活，然后他说我打电话给哥哥的时候，哥哥听到她怀孕的时候就愣住了，而且那个电话就讲不下去了。那他那个时候就想说，他就想回来了，我算是很幸运的，上帝很照顾我的，所以他就不再那么难过了。可是现在换哥哥了，很难过，我认为说，妹妹都已经有小孩了，他还没有，又看到我。妈妈又看到我弟弟的小孩结婚也都怀孕了，可是他就是没有。可是呢，就是真的是因为大家祷告，而且有一次他刚好回来啊，那我们那个蔡长老啊就看到牧师啊，牧师也单独在跟他祷告，然后小组啊或者是我们的那个祷告会全部都帮他祷告啊，就是在今年，因为他第一个也没有跟我们讲，就是。可能是，就是没有，就是有流产，所以他都没有跟我们讲。等他跟我们讲的时候，已经7个月大了，所以我就觉得吓一跳。他说以前，我以前哈，就是他认为就是说曾经这样，所以我要很稳定的，我才敢跟你们讲啊。所以我想说啊。那我才跟我讲，我真的也吓一跳，不过也很高兴，真的是上帝赐给说，真的是2个都是有变有的哈，真的是感谢神哈，神的那种我们的祷告真的是很有能力啊，谢谢各位，也谢谢牧师们哈，都是为我们这么热烈的祷告哈。这些事情实际上我是想说，我们要做神的工作了哈。当然，这个是很重要一个事，所以
我们在松大那边就很用心的在做这个事情。另外一个神的话，在路加福音1章37节那边有提到，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落空，两个否定句就变成肯定句。出于神的话，每一句都会有能力所以呢，牧师他在操练用神的话来祷告，那里面的很多我们在小组有分享我就时常用那些神的话里面在那边祷告，当然不够这样子还不够了张老师他有提到2个，还要找先知来帮我们祷告，所以洪胜长老他就跟张老师讲了奇怪你们找牧师祷告，什么事情都成就了。我说对啊，那有先知的加持先知跟神的沟通更好啊。那我们自己尽我们的本分，然后透过牧师的祷告，因为他就讲到昌田那一次呢，刚好是他大概是1年前左右，他不晓得什么原因就来桃园，他因为已经4、5年都没结婚了，所以他就不想去教会。那天是我跟他讲说，我们来教会好不好？他说好，他就来。他看到牧师，我说牧师帮张姐来祷告一下，想要生个孩子，怀孕生孩子，一直都没有。牧师祷告，那一年就开始就到现在就已经得了一个儿子。所以洪胜长老他就跟张老师讲说，你祷告牧师，叫牧师祷告，牧师像我们的先知一样，都成就了。我说感谢上帝啊！我们要跟牧师有好的沟通，牧师也讲说要跟牧师好的沟通，然后我们还要做神的工，而且我们要有灵修生活神的话语要时常的在那背，市场那边那像那个用神的话祷告那边不是第17篇，我想各位可能都很清楚。原先我想说，我就跟洪胜长老讲说，在教会里面当长老执事了，那个第17篇里面，如果说没有背不起来的话应该要把它放到里面，一定要叫他们背起来我们的神从耶稣如何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然后到世界的光，做光做眼的部分，到受洗，到耶稣钉十字架，然后到最后耶稣是如何的，我们要荣耀他的神，我们要靠他得救。这整个一系列的，这一个长老执事，这一定要必备的那所以我就跟我们小弟说，从那边里面，虽然我很少来参加那个祷告会，就是那个操练，但是我自己都在家里面对，感谢上帝，上帝很好的安排上帝刚刚因为我跟牧师请教过，说牧师讲说，这个好事情你要讲，因为5年才生了一个女儿我说这个5年了那么久。我说你应该感谢上帝啊！上帝是从无变成有的。当你快绝望的时候，上帝给你盼望，然后给你实现，你应该大大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我想就是利用这个机会也来感谢上帝，然后再做见证，让各位我们的兄弟知道，我们应该要好好做上帝的工然后要跟牧师很好的连结，然后在那边有祷告的生活，靠牧师给我们的加持，我们呢一定会很多事情都能够顺利的。感谢上帝，谢谢。讲到张老师一直是我伫小组内面学习的对象我伫因遮学介济，将来真感谢因拢伫小组来教教示过来。听秀芬姐，3位牧师、
以及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师母平安。我就这样看不好意思，我的眼睛看不太到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分享我的见证我在民国96年元月份的时候，有位刘廷牧师对我说一言，他看到我面前有一个很大的艰难，我很害怕，但上帝说：“女儿，你不要怕，我与你同在，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的带领你，经过红海到安息的水边，享受我给你的平安、喜乐、健康。”经过半年，我自己触摸到我的左边的腋下有一颗小肿块，像山一样的尖尖的然后旁边有2个凹陷。到了民生医院呢，检查了，用细针抽取了2针，经过化验是良性的。我感觉不对，身体很不舒服，而且我这个地方会很酸，而且很重。那之后呢，我就到和信医院检查，确认是乳癌，而且是淋巴都已经有感染了。经过手术之后呢，淋巴全部切除共有31颗淋巴，里面有1颗确定是感染癌细胞。做了8次的化疗，33次的电疗，在化疗当中呢，白血球都低于3000以下，正常是在3000以上才能化疗。每次都要打那个白血球增长剂都打了很多，每一次都要打，身体呢就开始痒，全身痒，下半身痒就像一条蛇在跑上跑下，很痛苦。然后呢，那个止痒剂呢，就打止痒剂之后呢，才缓和才舒缓。然后呢，经过了7年，民国103年，因为前面的乳癌，因为之前吃乳癌的关系然后吃抗荷尔蒙的药，引起了子宫内膜癌。这个副作用呢，就1万个里面呢有80个人会中奖，我就是其中中奖那一位然后之后呢，开刀就把子宫、卵巢、内膜、骨盘、淋巴全部切除。术后呢，证实呢，那个子宫内膜癌是第3期，乳癌是第2期。我跟神祷告，让我食欲很好，因为我很怕，就像上那个第一次乳癌的那个感觉就是又怕会痒这样子。结果呢，每次跟神祷告之后，我吃的东西呢特别多，特别好吃。结果白血球每次一打针，白血球抽血之后，我都在5000点以上。每一次呢都顺利的化疗，然后很感谢神我总共要化疗6次，电疗31次。结果到第5次的时候，化疗的时候，我的双脚、小腿以下都是僵硬的，而且走2、3步就要跪下去。然后我告诉医生的这个状况，医生说：“你不能再化疗喽，因为曾经有病人跟我一样的情形，导致中风。”我就停止了化疗。感谢主，让我减少很多的痛苦。到了第2年呢，患了肠子大量流血，而且照了大肠镜之后，肠子呢就像猫咪整个抓，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没有一个。结果呢，到我的这个流血的情况有8个月的时间都是大量流血，然后感谢神赐给我都没有一点贫血，然后呢就这样呢平静的度过，直到呢前年的9月份，我忽然呢眼睛变模糊，眼前的人呢我都看不清楚那个人是谁。就到了长庚医院住院检查之后，我的左眼视力神经受损，然后呢黄斑病变，2眼又有白内障。我10个月的时间呢，就像很像在银海里面生活。白内障手术之后呢，右眼视力神经只剩下0.04，左眼呢是正常，
医生说黄斑视力神经受损，已经没有办法医治。但我非常有信心，我很确信上帝一定会医治我的视力以及我的全身的疾病。感谢主。我虽然呢我头顶有照出来有像豆花一样，就像这样子。可是比这个还严重的还有一张我没有照出来，整个都是头顶都是然后呢，结果呢，我走路的时候都会偏有时会偏。我在之前还没有检查这个的时候我走路我都会跌倒，但是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感谢神，让我一切都是保守我很平安。然后去年，今年5月份的时候，我又开始肚子胀，然后呢又流血。然后7月份我有医治，然后我7月份的时候我更严重，我整个肚子胀到硬邦邦的，然后也是流血，然后呢，这个左侧的地方呢是积水，结果我去和信又去检查抽血，电脑断层，然后呢，抽血的癌指数是76，正常是35，我多41。然后医生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这样，结果我用自费的正直断层扫描，结果检查出来我的肚子有8颗的东西，然后结果呢开刀，开完刀之后呢，医生觉得我的情况比预期的还好很多，很感谢神。然后虽然现在我还是在有癌指数的问题，医生还是没有办法解，但是呢，我感谢神。我还是要3个月要回去和信检查，但是我相信我全身的疾病，上帝一定会医治我，因为我依靠是创始成终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但是上帝与我同在。我很确信我的身体，我一定一天比一天的好，而且变得很好。感谢主，谢谢大家，也谢谢大家为我祷告，然后也把一切荣耀归给神。谢谢。真正的生命斗士感谢主，将荣光归给上帝。搁煞接咱请将时间交几位长老。今日去找阮长老加班我来代替伊这个感恩大队OK， 下龙记下卷第4章第5节，咱3个做伙来读。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器皿就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对。第一个是，这个不是刚才讲过的那个奖章吗？就是我们要赞美这位神， Okay, 他是看过人的需要，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咱来为伊是一个看顾人需要的上主。第二是伊是互无变有的上主。第三，伊是为人有被供应的上主。咱3个做伙来祈祷。主，愿感谢你的恩典，你是互人变有的主。求主你愿互阮看过你的信者离阮的教会。特别上帝，我求主你帮助阮的教会，经历主你的同在。主，阮常人虽然教会有种种的问题，总是主你会经过带领阮，互阮一切拢会当有主的供应。特别上帝，阮只是伫你的面前来献上感谢。主啊，阮只是伫这个所在为着你感谢而乐你，我感谢主你的恩典。
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你是互阮对无变有的主，总是求主你来帮助阮，互阮会当常常抓主做头前。总是阮过去常常一直以人为中心，求主你来听我阮，有主的引带甲带领，阮相信每一天拢会当经历主你的恩典、主你的同在、主你的祝福。阮这时搁一个来伫你的面前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名，阿门。咱来为了教会事工来代祷。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圣灵降临伫恁的身躯，恁就要得到能力。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咱为了教会事工来代祷。第一，咱为了牧者，为了中职同工合一服侍来代祷。第二，为了2022年的事工计划甲服侍来祈祷。第三，为了小组的事工推动牧养，为了成人牧区、青年牧区、儿童牧区的开放式关怀小组、领袖小组倍增来代祷。第四，为了33号2楼新堂甲49号1楼的装修甲空间运用来代祷。第五，咱为了推动RPG 复兴祷告事工来代祷，大家同心合一来祈祷，经历上帝丰盛的恩典。咱大家开声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求主你亲爱的神主耶稣，我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主耶稣，你是说有就有，说命就命立的神。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服事里中有份。就是我们来为我们的牧者、长者团队，主耶稣来祷告，求主耶稣与我们同在。主耶稣让我们的牧长、牧师、长子都可以身体健康、灵魂体兴盛。那我们在服事的道路上面，求主耶稣就赐给我们牧长团队能够有聪明智慧，能够透过每天的读经，明白主耶稣你要引导我们教会往哪个方向去。就是因为我们2022的事工计划，求主耶稣你来带领保守，带领我们能够往主耶稣你要指示我们的地方去，也帮助我们，不论让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就像今天经节里面所讲的那位妇人一样，就算他只有一点点的油，让我们也可以有满满的信心，一起去做我们觉得不可能做到的服事，让我们可以倒空自己，让我们可以完全的将自己归零，将自己仰望交在你手中，让你来带领，不是看自己的能力，不是看自己行不行做，而是要相信你的带领。也就是因为我们的小组事工推动，帮助我们的成人牧区、青年牧区、儿童牧区，帮助我们在关怀的时候，就是可以真的是关心到每个人切身的需要，就让我们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看见每个人的需要在哪里，他的生命正在怎么样的处境上面，让我们就去帮助他，让我们也将他交到你手中，让我们可以真的每次的关怀都把它交到你手中，而且可以为每个职场为别人来祷告。就是因为我们33号2楼的空间，求主耶稣你来使用，你来带领保守，帮助我们在
装潢的过程中，一切可以平安顺利。接下来的使用，也求主圣灵带领保守，让我们能够有智慧，把那个空间可以发挥到最好最大，而且可以让那个地方成为桃园新的福音据点，让这个桃园这个地方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场地祝福，也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使用的人有聪明智慧，求主帮助我们在推动祷告的施工上面，求主你的带领保守，因为我们只是要常常来祷告，透过祷告会、小组的祷告，甚至每天在家里自己的 RPG， 都能够与你来连结，让我们可以明白知晓你要跟我们说的话，让我们不会偏离你的道路。谢谢主帮助我们可以一起同心合意，一起来经历主你上帝丰盛的恩典。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靠生命祈求，阿们。我们一起站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无比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的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间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个日每刻你与我同在，一起来宣告说来，你的恩典够我用，你扶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的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间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更多更来宣告来，你的恩典够我用，你扶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的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永不离弃，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我们为了弟兄姐妹的身心灵来祷告，我们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再一次来，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弟兄姐妹，上帝给我们，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当你信主，他已经给你这样的权柄，能够赶逐污鬼，能够医治的全能。我们来使用神给我们的全能。
用信心来宣告，特别是为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在软弱、他们在困境的当中，就好像刚才秀恩姐说，相信神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的身体当中，虽然万事互相效力，凡事倒来是一件一件，那个冲击困境来时，要叫爱神的怎样得益处。我们要经历，我们一起来经历那使无变有的神，那耶和华拉法医治的神，供应我们足够。你缺乏吗？你的生命缺乏吗？你需要产业吗？跟神求，向神求，大大的呼求，即使是剩下那小小的信心，我们向他来求。我们为了这些年老体弱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也为着这些癌症的弟兄姐妹，主医治的大能，奉主的名来捆绑，来赶逐这些癌细胞离开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也为着这些病痛的，特别是我们陈道炯牧师到民生路的这个安养中心，我们特别为他们后续的这样的医疗安养来祝福。特别我们为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在困境，在这样的病痛的当中，求主医治的大能与他们同在。我们也为着特别这些弟兄姐妹，阿黄腾辉弟兄现在已经手能动了我们透过大家的祷告，让他们去经历到神医治的大能。好不好？我们要开口同声，特别是为了这些在家有世上者，我们为着捐诸姐妹的父亲林建宏弟兄蒙主恩召，愿主安慰的灵与他们同在，陪伴他们走过那个忧伤、失去亲人的哀伤。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开口来祝福，开口来使用神给你的权柄来祷告。主啊，主啊，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权柄，给我们奉你的名在地上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主啊，我们信心虽小，但是你给我们的权柄是更大的主，谢谢你。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这些年长者，让他们虽然肉体软弱，但是心灵越发坚强。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让这些身体有癌细胞的弟兄姐妹，奉你名命令赶除这些癌细胞离开他们的身上。主啊，你医治的大能充满，让他们的能够亲近你、渴慕你。主啊，即使是剩下微小的信心，当他们愿意倒空，当他们愿意听神的话，主啊，他们要不断的经历，你是那又真又活、使无变有，是医治的神，是供应的主。主，谢谢你，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让这些病痛的弟兄姐妹在病痛当中能够得着医治。主啊，像寡妇的信心一样，他们愿意在神的面前顺服你的话语。主啊，让他们在这样的困境当中、缺乏当中，你就供应下来。主啊，在这样的一个失去亲人的这样的依靠，主啊，他没有绝望他能够寻求从上帝来的这样的一个帮助，从上帝来的安慰，从上帝来的供应。主啊，我们相信在我们当中缺乏的，你要赐下你的供应。主啊，让我们在当中经历你是使无变有的，你是医治大能的神。主啊，你是无所不能的。谢谢主，让我们每一次的祷告就充满了信心，让每次的祷告就是宣告你的话也必须成就，必定成就，毕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经历。主啊，你透过圣经，透过这些见证，让我们真的是备受激励，也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真的是首先来相信你的话语，就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这来宣告神在我们道路当中为我们打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
把山为我挪开，海要流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把山为我挪开，大海要流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忘开。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忘开。再次来宣告，大山为我挪开，大海要流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再来一次，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拍手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主，我们要大声宣告，主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不管是在任何的情况，你都同在。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再次拍掌将荣耀归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彼此来祝说，愿神与你是与你同在，愿你平安。